大家好，我叫 Bruno 孝斌。最近咧，我就去咗細妹間學校大學啦，去做一個嘅演講。咁我就關於呢個我10年嘅追夢啦，同埋點樣用 AI 去達成我自己嘅夢想，達成我嘅創業目標啦。咁樣講，二嚟就係、哇，原來好多嘅，因為我諗住都有參加啲創業活動，諗住好多都有年輕人啊，特別係細妹學校嘅同學仔啊，其實都想創業㗎喎。而且就係而家啊，講真嗰句，而家創業嘅門檻越嚟越低。我最近仲聽到咧，中學嘅創業比賽添啊，即係中學生已經可以出嚟創業啦。我嗰陣時係中學創業，邊有人理我啊？甚至當我係傻仔添啊！冇錢收㗎。咁所以其實喺呢個角度嚟講，其實係創業門檻越嚟越低。二嚟，我相信要俾一個心理準備大家。可能喺第一年嘅時候咧，佢只係賺到或者賣到20至30罐嘅可樂。咁我當佢好犀利，$1先算啦。咁$1，我假設轉翻到可能係當年嘅700蚊左右啦，7至8蚊左右啦。咁乘翻開，其實都係200至300蚊嘅港紙喎。2至300蚊港紙，當然你可以話嗰陣時候購買力都好強，但係2至300蚊對於你嚟講 O 唔 OK 咧？一年的而且確喺創業嘅途中嘅時候，你會發現咗好多都係有付出不對回報嘅情況。二嚟就可能淨係賺得個幾百蚊，甚至可能幾千蚊，一皮都冇咁樣嘅。呢啲係會發生嘅，相信我，呢啲係會發生嘅。但係你如果捱過去咧，成件事就唔同㗎啦。有可能喺之後有人會揾你哋做演講嘉賓添。所以喺嗰個角度嚟講，創業係一個馬拉松啊。開頭可能會辛苦，跟住中段可能更辛苦，尾段可能仲恐怖添。但係過咗就係過咗，成功咗就係成功咗。